埋你，今日係5月1號，除咗係勞動節之外咧，仲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，估唔估到啊？大家睇下我件衫，如果睇開英超嘅朋友咧，就會知道今日有一場大戰，曼聯大戰李斯特城。點解咁特別呢？因為如果李斯特城贏咗呢一場波嘅話咧，就會贏咗曼聯、曼城、車路士、阿仙奴、熱刺所有嘅球隊，成為英超嘅冠軍。呢一場波咁特別咧，我梗係要去親身支持一下啦。所以今日咧係會出去出邊睇波嘅，順便帶埋你哋直擊一下李斯特城有可能拎英超冠軍嘅現場。其實由李斯特城足球隊穩守聯賽榜嘅頭幾位之後呢，成個城市都變咗一片藍海，甚至出咗一隻以李斯特城教練嘅名雲尼亞里命名嘅腸。但係當我哋向緊我哋本來諗住去嘅間酒吧嘅方向嘅時候，見到啲人行翻出嚟嘅。至於原因，大家睇片啦。我哋基本上要逼到企出門口，喺咁嘅情況下真係好難睇波，所以我哋決定揾第二個地方。而家場波已經開始咗8分鐘啦，曼聯已經入咗1球啦，但係我仲未揾到地方睇波。你冇睇錯，沿路有得睇波嘅地方全部都要排隊入場。而家睇咗17分鐘，李斯特城要入多1球，而家打平手1-1啊！但我仲未揾到地方睇啊！最後行咗9里路遠之後，終於揾到個地方睇波啦。冇錯，就係返屋企睇。不過一啲都無損我嘅雅興，俾大家睇下迷你肉緊表情集。中場休息嘅時候就可以睇翻上半場我哋睇唔到嘅精華啦。兩個入球係點嚟嘅呢？一定要贏啊！下半場開波啦！哇！黑哨！佢叫咩名？佢叫黑哨。佢叫咩名？黑哨。10分鐘咋？跟住到球啦！中場，我哋睇唔到嘅就入晒2粒波，翻到嚟坐定定喺度睇嘅1粒波啦。喺第2日嘅夜晚，熱刺真係打唔贏車路士，只係平手啫，所以李斯特城成為今屆嘅英超冠軍啦！